6日之後，耶穌帶住彼得、雅各同佢嘅兄弟約翰，靜靜地登上一座高山。耶穌喺佢哋面前改變咗形象，佢嘅面好似太陽一樣發光，衣衫潔白，好似閃耀嘅光。忽然，摩西同以利亞向佢哋顯現，同耶穌講嘢。呢個時候，彼得忍唔住衝口而出，對耶穌話：主啊，我哋喺呢度真係好極啊！假如你願意，我就搭3座帳幕，一座俾你，一座俾摩西，一座俾以利亞。佢正喺度講呢啲說話嘅時候，忽然一朵發光嘅雲彩出現，遮住佢哋。雲裏邊又有聲音咁樣講：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喜歡佢，你哋要聽從佢。門徒聽見一個聲音，就趴喺地下，非常之驚。耶穌就過嚟摸佢哋話：起身啦，唔好驚。佢哋抬起頭嚟，唔見咗其他人，只係睇見耶穌自己啫。落山途中，耶穌就叮囑佢哋話：喺我仲未從死裏復活之前，千祈唔好將睇見嘅異象講俾人哋知啊！佢哋就問耶穌啦：點解律法教師話以利亞必須先嚟呢？耶穌解釋話：以利亞的確係要先嚟，重新整頓一切，而且佢已經嚟咗啦。不過啲人唔認識佢啫，所以就隨意嘅對待佢。而家我將要同樣受佢哋嘅苦待。呢一個時候，門徒先至明白耶穌所講嘅係指施洗嘅約翰。耶穌同門徒嚟到群眾嗰度，有一個人走過嚟跪喺耶穌面前話：主啊，憐憫我嘅仔啦，佢患上咗癲癇病，好痛苦啊，好多次跌喺火裏面，好多次又跌喺水裏面。我將佢帶到你門徒嗰度，但係佢哋唔能夠醫佢。耶穌就話啦：唉，呢個不信嘅世代，我要同你哋相處幾耐呢？容忍你哋幾耐呢？將佢帶嚟啦！耶穌斥責嗰隻鬼，鬼就由嗰個細路哥嘅身上面出咗嚟。嗰個細路哥從此就恢復正常啦。事後門徒私下去問耶穌話：點解我哋唔能夠趕走嗰隻鬼呢？耶穌就話啦：因為你哋信心太細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你哋嘅信心如果能夠好似芥菜種一樣，就算叫呢一座山由呢邊移到嗰邊，亦都可以。而且冇一件事係唔可能嘅。至於呢一類嘅鬼，如果唔禱告禁食，佢就唔出嚟。佢哋喺加利利聚集嘅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講：我就快要落喺世人嘅手裏邊，被佢哋殺害。但係第3日，我必定復活。門徒就十分之憂愁啦。佢哋嚟到迦百農，有幾個收殿稅嘅人嚟到問彼得：你哋嘅老師唔納殿稅嘅咩？彼得話：納。佢講完呢，就走入屋裏邊。彼得都仲未開口，耶穌就問佢啦：彼得，你認為點樣啊？世上嘅君王係向邊個徵收關稅丁稅嘅呢？係向佢哋嘅仔徵稅啊，抑或向外人呢？彼得話：係外人。耶穌對佢講：咁樣個仔係應該免稅噶啦。但係為咗避免得罪呢啲人，你到海邊去釣魚啦。釣上嚟嘅第一條魚，將佢嘅口打開，你會揾到一個大錢幣，你就將佢拎去繳納你同我嘅稅好啦。